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南有警察掠违规开罚单，说互人举保头皮来吊伤，送病院治疗，无性命危险。印度出名的观光景点果阿一间夜店，在12月初六半暝烧起来，至少有23人死亡。美国公布2025年上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中讲到台湾八解，佮强调会透过军事的力量甲盟友的合作来阻止中国攻击台湾。咱的总统赖清德伫社群开文章，感谢美国维护台海的安全。美国川普政府当地时间初4暗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专门有33页文章，毋那是8摆提到台湾。比拜登政府时期，伫内容中表示无支持台湾独立。川普2点空无提起这段文字，意是讲美国无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虽然在川普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里面强调美国优先、盟友分摊的概念，台湾都一直被视为美国不可取代、不能退却的战略、经贸以及科技重要的伙伴。但是针对中国大陆，他们的用语是非常谨慎的，显示美国会利用多元的手段来面对台海两岸的这个变数。总统赖清德是伫社群平台感谢美国将协助台海冲突列为优先事项，佮强调第一岛链的安全互方更加解脱。这个战略目标就是台湾无代志，印太都无代志。也毋过报告中虽然呼吁日韩爱台湾对待支援，也毋过提起中国的部分，方认为联署更加谨慎，避免受过强烈学者认为这是接应老罗斯福总统的战略技术，无直接指责中国，所以也做好所有上歹的准备。提出美国跟盟国都要有这个集体防卫的能力，等于间接的替高市早苗首相的启动集体自卫权的说法提供背书，也是象征地缘政治的翻转，中国变成最大的威胁。川普政府近期持续展现对台的支持，包括川普总统刚签署了新任期首相友台法案、台湾保证落实法，以及宣布对台首批军售等。台湾将持续稳健推进与美方的安全合作，确保台海与区域的安全与稳定。外交部也搁一摆表示，政府会继续积极强化自身国防实力，包括本年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就是要向国际展现台湾坚定守护国家、维护现状的决心甲意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讲台南，有一个女警察昨暗晡伫咧东区中德路口掠着人违规停车，甲罚单交予违规的驾驶。外头要离开的时阵，对方却举保头对后壁掠过来扑。女警察的手骨甲警察全吊伤，加在其他的警察伫第一时间到压制。女警察送病院治疗是无性命危险。好，台南市府这边表示讲，这个甲人扑的民众是从依照杀人未遂来侦办，会协助女警察来提告。车是轿车违停伫红线内，处第2个警察将对方证件摕出来，单开完了后，交互对方越头准备要离开。开车死人的驾驶向向提出保头，对女警察甲站落去，女警察的手骨、肩胛、脚趾柄拢受伤，甲同事斗阵甲即个开车的人压掉咧。救护车赶到现场，这女警察人清醒，也说家己行上救护车。原来身躯穿防弹的甲小冻着，只是伊手骨，还有肩胛、脚趾柄拢有空碎爱天，加在救治了后无性命危险。驾驶返抵现场后收受标示单，未料员警准备离去时，该驾驶突然持器械攻击女警背部，员警立即将其押至逮捕，并依杀人未遂及妨碍公务现行犯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代志发生伫初六暗时8点外，地点伫台南市崇德路。中回现场发现，这条有真侪店家，大路两边拢有画红线，无用停车。不过有真侪赛车的人贪方便来违规。这时间才歹停车，警察我会叫开规工的啦，吼，做5几个啦。冤家就是去用开啊背面的款啦。涉嫌行凶的4代的驾驶人，敢若录影习惯，才伫车顶扛保头，敢若像进前伫同一个地点已经互开2摆啊。初六暗时佫收到违停罚单，才会真生气。有这个行为，不过警方讲，嫌犯犯案动机也调查，也依照杀人未遂罪移送法办。台南市长吴伟铁人伫国外收到消息时，经由面试讲，民众无理性行为绝对袂原谅，也协助女警察来提出告诉。记者综合报道。夜站伫咧台中这边，有男性伫咧大理区国公路拍女性，
警察去处理，查到讲男性有毒品。原来是这个男性赛车出车祸，甲女朋友来冤家，佮起骹动手，也警察甲伊验毒是验到阳性，确认讲这个男性就是吸毒了后来赛车。也另外一件同款伫咧台中，警察伫咧高铁的特区，遐徛家厝掠到毒品枪，敲出这个3000多包假做加背包的毒品。你女朋友就说你打她了、啊？对啊，我打她。哦，那我们就现行犯给你逮捕哈。警察问这个死去的查甫人是不是有动手拍这个查甫人？伊讲有。台中警方找了暗9点外接到报案，讲台里区国公路加德芳南路口有一个查甫人动手拍一个查某人。警方到现场发现，现场是一件车祸事故。一个姓江的查某人讲车是伊驶的，原来这个姓区的查甫人是伊的查某朋友。也不过现场有人看到讲，其实车是这个姓区的查甫人驶的。警察也发现伊有毒品。于邱男随身包包内发现其持有第3级毒品凯他命。现场江女自称其驾驶发生事故，为经警方细心追查，发现江女有顶替情事，实际驾驶为邱男。且经同意后，对邱男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原来是这个查甫食毒赛车出车祸了，加查某朋友冤家，搁甲伊拍。这个死港的查某，互伊拍甲头红肿，骹手挫伤。警方先后依照违反道交条例开单，食毒赛车的部分是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家暴的部分是通报家防中心。另外，台中市刑台查到一件毒品加背包分装厂。经过长期搜证，发现犯嫌主把毒品分装厂隐藏在社区里。还特别分装于印有动漫角色的咖啡包，企图吸引特定族群谋取暴利。警方即申请所有票进入犯前藏身处所，一举破获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最近接到线报，讲一个姓谭的查甫人伫咧乌日高铁特区做社区型工具，做毒品加背包分装厂，已经通信软体接单，结果用印着动漫角色的包装袋啊分装毒品。警方伫咧公寓内面查到毒品，甲其冰糖加背包3067包，毒品凯他冰加背包31包。这么嫌犯已经获检方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金马这个介绍是直过去哩，这都互诈骗集团摕来拐钱。警察表示讲，最近金马诈欺案的通报有增加的趋势。也台北呢，都有一个富人人去领400多万，讲要买金马，加在有警察来阻止，才无互骗去。知道阮头的通报了后，警察赶紧来到现场，惊有变相搁互骗去咯。我们担心说，因为现在这诈骗太多，而且都会叫人家买黄金。我知道。伫柜台这70多岁富人人来柜台要领400多万，讲要去买1公斤的黄金。不过对警方的关心，也袂互看手机内底这信息。看里面很踊跃，那些全部都是小帮手设定好的。问伊为安怎要买金啊？一来讲是这生这个细金，一来讲要互囝儿试试。但不过伊的囝儿却是唔知影，警方研判这富人人就是用诈骗。他没有办法清楚说明他要购买的原因，而且前后的说法不一致。警方耐心的劝导，成功的阻止他的交易。家己打击诈骗仪表板顶面，警方统计黄金诈骗案件，到即阵已经有1400多件。像这类投资黄金加股票的假投资诈欺的案件，最近几个月财务损失金额一个月拢超过20亿。有学者分析，尤其是中年人也有老大人，较会诚做黄金诈欺的这对象。现在买黄金呢，它变成会有黄金存折啦，或者是黄金的代币，就让很多中高龄族群啊容易中了这个圈套。他觉得一方面我可以投资，一方面国际金价前一阵子波动也确实是很大，一方面呢也满足了他在恐慌的时候必须要有黄金在身上。诈骗集团会假冒投顾投资公司啊，在社群网站上宣称他们是合法的代操或代购黄金的业者。另外一种会是用购买黄金豆等低门槛的投资商品啊，吸引民众。最近的金马一直起，加上加币货币，国际行情是起起落落，真无稳，表现不如黄金。然后诈骗集团改用黄金为理由来骗人。警方这条黄金诈欺案件最近有明显来清悬，或者是建议讲，甲社群有关系，这个黄金投资拢唔通相信，伫合法的管道来买来投资，才袂互骗去。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国际的消息，印度出名的观光景点果阿遐有一间夜店，伫咧12月初六半暝烧起来，至少有23人来死亡。也警察判断讲哦，可能是瓦斯桶来爆炸，毋过事故详细的原因要过调查。另外一边伫咧澳洲遐，因为讲气温上过悬，有热流来做小影，所以北部沿海地区野火烧报发生至少75件。印度这个观光地点果阿，这个夜生活加白色的海沙堡正出名，每年都有几落百万游客来吃。当地著名的夜店却伫透早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3个人死亡，所有的尸体拢已经找到，大部分拢是灶卡附近的员工，抑有一寡观光客。警方讲，初步看起来敢若是灶卡的瓦斯桶爆炸，但是要该进一步调查原因。जलाते हैं और इसीलिए जो फायर इंसिडेंट हुआ इसी के कारण यहाँ पे जो उनके स्टाफ और एक 3-4 टूरिस्ट जो अंदर थे。另外，伫澳洲雪梨北部沿海，因为天气正热，到即马已经有超过75件森林野火，造成至少12栋厝被烧害，就连伫咧新南威尔斯州的国家公园也受影响。警方讲，即马大部分的火已经控制，不过风正透，而且温度强要到40度。所以，接落来几点钟久内将会是危险期。Well, that's being managed or fought with 300 vehicles currently deployed by the RFS across New South Wales. Over 1,100 deployed firefighters on the fire ground as we currently speak, and there are 9 aircraft that are working to contain the blazes on the New South Wales Central Coast. 当地气象预报员讲，温度悬，而且个透正强的烧风是造成森林野火主要原因。伫咧澳洲，若到热天的时阵，就常常会发生几落件野火同时伫咧炭烧的情形。公司新闻深入配编写。也南非的行政首都普罗托利亚发生枪击案，有11个人来死亡，其中上细汉的才3岁。另外，阁有14个人受伤。也当地无牌的酒吧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这已经毋是第一件，这正做警察真恶处理的问题。警方甲法医伫案发现场四个伫搜查可能的线索，警戒线内底就是发生枪击案的所在。警方讲，伫南非行政首都普罗托利亚附近城镇一间旅馆内底非法酒吧，伫天要光时，馆内一个凶手雄雄走入去，随机乱开枪，造成11人死亡，也有14人受伤，已经被送往病院治疗。What happened here? There is a room for the hostel where people that were congregated drinking.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3 individuals, those who approached the room. They started shooting randomly. 本案凶手要对正伫啉酒的一群人开枪，准动机也毋知影，凶手也走了咯。不过警方已经要来抓3个嫌疑人，也有调查。伫南非发生伫无这证照的酒吧内底大规模枪击事件，已经毋是头一摆啊。这对警方来讲是真歹处理的代志。虽然今年4月到9月中间已经处理超过11000间非法的酒吧，不过这治安永远是真无好。这摆枪击案死者内底，也有一个只有3岁囡仔。The youngest being 3 years of age. We've also got a 12-year-old boy, I think it's a 16-year-old female as well, that were killed in this particular shooting. 根据法新社报道，南非凶杀案数字是真悬真惊人。2024年就记录超过26000件的凶杀案，相当平均每天有超过70件。其中，这个枪击是即阵上界主要致死的原因。安怎有效来消毒非法的枪击甲非法的酒吧，保障社区安全，将是南非警方真需要赶紧解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看转来到咱台湾，今年医疗科技展包括病院、科技、生技有600多间机构做伙展出，供应所利用 AI 辅助诊断甲体检是愈来愈普遍，也医疗用的机器人应用的范围是愈来愈宽。卫福部就强调讲已经有研议这个医疗机构应用 AI 的检测案来定出规范。请不要自己下床。小心跌倒。面床顶的病人想要落面床时阵，电脑系统会即时侦测感应，通知护理人员到现场关心，防止失智老大人暗时家己落面床行叮当受伤。一个部分机器人会当斗相共送药化，
互你使用免来回回。那松山机器人的部分的话，它比较没有一个身份核检的动作，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面的话，就是有这个部分的不同。国内护理人力正欠，这几年国内医疗院所就甲科技业者合作，研发会当协助临床的机器人，也有 AI 相关设备监测病人的病情甲安全。像这台爱博1号，会当替患者进行手术进行的无音卫教，会当减少护理人员3-4成的工作量。骨科手术前请勿进食8小时，以防止食物及水吸入气管。比如说他卫教，那导览，然后送物，还有甚至我们现在已经进展到那个非接触的生理监测。医疗院所用 AI 辅助诊断甲体检，怎么愈来愈普遍？医疗机器人上新的应用也愈来愈快。对此，卫福部强调，已经开始研拟医疗机构应用生成式 AI 指引的草案，并且收集应用的状况，做以后定规范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面的道路二转1线8.5公里，今仔透早崩山路内卖通，已经有吊机去抢修。最新的消息，伫咧今仔日下晡2点恢复单线双向通行。根据了解，昨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大门的旅客有131人，太平山庄已经提醒旅客先莫落山，嘛有通知今仔日要上山的旅客会当先调整行程，就是因为2转1线8.5公里，土石崩落来，造成车路大约40公尺长来受影响，已经有吊机去抢修。最新的消息，伫咧下晡2点恢复单线双向通行。落水溪南花这个西里理论的山坡，遐有真侪农民咧种菜、种西瓜，不过因为风台来影响，地势讲这个溪水啊涨悬，水柜真错漏，山坡去互大水冲甲歹，农民的损失就安尼真惨重。即马水利署要开5700万，就去做防灾工程，按算伫咧明年4月底来完工，确保烟花居民因的性命甲财产的安全。农民伫高滩地顶面种菜，不过受到去年凯美风台甲今年丹那西风台带来的大水雨影响，造成落水溪溪仔水涨起来，加落水溪南花、西里大桥到高铁铁桥段，真侪高滩地冲走，农民损失真大。代表好不做，帮的大家拢唔甘啦，这有人做4-50年啊，今年说安尼帮一个，大家看一个拢硬去，啊，真正要卡无目屎。有农民讲，这个所在高滩地、瓦西里甲理论村路，若继续放落去，恐惊影响到农民出入的安全。当地民意代表接到电情了后，会同4号分署来会勘。水利署讲会补助5700万，对这高滩地和地无够进行减灾防灾工程。啊，来做这个沙场吼，沙场佫做2元啦吼，做2元，一个咧管道是2米半，另外一个咧管道是1米半，将近比较4米的这个铺顶的管道吼，会当保这个高滩地吼。我们就整个在这个1400公尺范围里面我们会设置3座的钉坝，那这摊轨就是会在明年汛期前弄来完成我们4号分署也会督促厂商把这边的工作做好。4号分署讲，因为放落去的高滩地是位伫个这水路西湾的所在，长期雨水一直冲，面临流失风险。像正是大水期已经加派这机械甲人员进场来作业，预计明年4月底大水要来进行完工，来保护烟花民众性命财产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国际赛车比赛 F1 是第一个用电动车来比的世界级赛车锦标赛，也目标就是要来推广环保。即摆已经是第12季，是吸引真侪赛车迷去欣赏。This is racing electric。正是第12季的电动风景式赛车比赛，那是全球第一个全电动的世界级锦标赛，也是唯一得到精灵碳牌认证的运动项目。伫各大城市新区举办，也更加加速电动汽车产业的创新。本季会继续使用更加高速、更加高效能的全水力 EVO 赛车，那是所谓练到100只需要1.86秒，能量回收效率也大大提升，呈现更加紧、更加环保比赛的项目。I think we get written off a little bit because we're electric, but actually, if you look 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ars now, they get into a stage where they're quick, they're fun, and if you look forward to Gen 4 especially, the cars are going to be incredibly fast. For me, the level of driving and the entertainment of the races and how unpredictable they are, it brings that element of sport which everybody loves.
那选手阵容真侪名人，包括卫冕冠军的英国车手罗兰再来，几啊位世界级名将离开年度总冠军激烈拼。国车队也搁展现技术甲策略的全方位竞争，透过国内专业体育频道的专程转播服务，互关心赛车运动的观众会当伫 F1 休赛季继续观赏世界一流的车大竞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甲嘉义关卡偏乡的布袋镇遐学生囡仔增加学习的机会，台湾科技文教协会今日落伫咧布袋举办音乐节，互学生囡仔呢会当来展现这个学习的成果，来培养自信。那有音乐佮引进科技教育的资源，互囡仔来体验无人机，体验机器人。把握最后练习的时间，伫布袋上港的码头边啊，100多位来自布袋各中小的学生囡仔甲老师，拢咧为隔港的音乐节做最后的排练。台湾科技文教协会配合镇公所甲在地10间学校，要用音乐节的活动，互偏乡的囡仔展现合适的成果。他们是克服很多学习的难关，他们在这历程中也要学习如何去驾驭他手中的一个乐器哈，然后呢，如何跟人家合作，然后能够在舞台上展现他们的所学。除了音乐的演出，台湾科技文教协会嘛引进科技教育的资源，设置科学体验的活动。协会表示，偏乡的教育资源无济，有设备却无老师通教，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替偏乡的囡仔增加技术甲科技的学习机会。科学的部分呢，是因为我们希望孩子可以多增加他的视野，不要因为身处在渔村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偏乡的地方就少了这些资源。我希望把外界的一些资源引进，那布袋音乐节呢，刚好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每一间学校发展的物件绝对是无同，囡仔会用看到别间学校你学的物件，伊的眼界就是会无同。镇公所表示，音乐节除了让囡仔有展现的机会，嘛是在地所有学校甲民间团体合作的成果。透过这个活动的举办，除了锻炼在地相关甲观光资源，也替布袋学生囡仔带来不同的学习体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观众朋友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19度至26度。中部地区19度至27度，南部地区22度至28度，东部这边20度至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